中央大学昨会公布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，这个指标内底，以买耐久性材是落上济。有学者就分析，受到中央银行房市管制、甲银行房贷限制影响，民众买厝的信心嘛受到影响。有专家认为讲，明年第一季厝价会开始慢慢落，中国的落9%至12%，也若易售出事落上济，可能有甲17%。新增案政策实施了后，带动房市较加热，甚至产生有民众想要贷款却无抵贷款，为着让房市降温压炒房，中央银行推出信用管制措施，致使房市的交易量每个月的减少。有专家预估，为明年第一季开始，换厝市场的厝价平均达9%至12%，易售厝的厝价平均达14%至17%。松动的地区呢，大概从化区量大的地方，它商圈未成熟的地方，科技园区它不是核心地带，它是外溢的，比如说它竹南再外溢到其他的地区。房市趋势专家指出，未来房市的趋势会豆豆落，时间会延迟1年至1年半。不过，在高科技进驻园区、高铁轨道经济特区等等的所在，是无啥会落。就算有专家认为厝价可能会修正，不过统计目前各银行房贷申办核准的时间也要排队，过去等待的时间差不多是1个月，即马平均要等1个月至3个月。年底交厝想要申办贷款，可能都要等到明年1月。有银行的高层表示，按算要到明年下半年，信贷市场才会恢复应过程度。对房贷核准的情形，中华银行回应讲，因为银行法第72条之2，比率挖进境界达。房贷办理的情形，才有市场的状况机动调整。第一银行表示，会协助客户在1个月至3个月以内完成办贷。很多银行，它在房贷上面的这个资金已经所剩无几了。它光有意愿没有用，你没有办法争取到贷款，你还是没有能力去买房子啦。第7波信用管制加上房贷缩限，是大大影响消费的信心。10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并无达成连续5届提升。以买耐久性材落幅度上大，显示中央银行这波压炒房的力头，毋但是卖厝中人甲建商感受真大，民众买厝的信心嘛受到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